好，大家好啦，歡迎嚟到2025至26年兩代情景文比賽嘅初中組技巧寫作班。今次咧喺初中組嘅題目上邊咧，我哋會有兩個嘅題目噶，一個咧就係叫做屋村走廊的回憶，另一個就叫做我們的家不一樣的故事。咁兩個題目咧共同都係希望大家書寫500至1000字。我哋先嚟講下究竟屋村走廊嘅回憶係點樣書寫咧？首先就係，當我哋去講關於屋村嘅走廊嘅時候，其實我哋一個好具體嘅對象就係講屋村嘅走廊啊嘛。咁但係究竟屋村嘅走廊係點樣嘅？佢係邊一條屋村嘅走廊咧？其實你會發覺，其實一啲新式嘅公屋屋村同埋一啲舊式嘅屋村，可能佢哋走廊嘅設計係會唔同噶。舉個例子，譬如話喺香港，你喺以前睇電影，可能以前有一啲香港舊式嘅公共屋村，佢係井字形嘅，或者佢係圓形嘅。你又見到佢成個屋村嘅結構，佢個走廊可能就係圍住圓形嗰一塊就係佢嘅走廊。咁但係你想象唔係喎，如果係一啲新式嘅公共屋村，佢嘅屋村嘅走廊可能就係另一種排列嘅方式。而呢一個屋村走廊佢自己嘅形狀同佢自己所建立嘅一種特色，其實有好大好大嘅關係。舉個例子，譬如話喺一啲嘅圓形嘅屋村嘅一個或者井字形嘅屋村嘅走廊嗰度咧，其實你見到以前有一啲嘅人有一啲嘅特色就係佢會喺一邊張燈結彩啊。意思就係譬如話佢喺中秋節嘅時候，大家會將一個嘅燈籠咁啊，假如中間係打通，大家家家戶戶見到對方嘅時候，可能有啲人就會將個燈籠由東方嘅嗰個單位，跟住一路一路咁樣順延變扣落去另一端咁樣。咁所以就見到大家喺成件事上邊，成個環境，成個屋村嘅走廊，因為佢自己本身建築嘅風格，佢可以變成有一個唔同嘅特色走咗出嚟。或者大家下低望上個屋村嘅走廊，原來有啲位可以打通嘅喎，或者有一啲嘅透過佢唔同嘅建築風格，佢會有一個唔同嘅顯現，有種唔同嘅呈現。而呢一種嘅特色，佢可能係同成個歷史背景同個時代背景係有關係㗎。咁究竟你所揀定嘅嗰個書寫對象，嗰條屋村佢嘅走廊係點樣嘅咧？咁啊，好啦，我哋先定咗個基礎，就係你揀定咗一個嘅走廊，揀定咗一條嘅書寫嘅對象，然後你就去諗第二個問題，就係點解你要去強調呢一個走廊咧？咁當然你唔能夠話係因為揀咗個題目，所以一定要寫走廊啦。個重點就必須係你喺揀呢條屋村嘅走廊去書寫嘅時候，入邊應該有啲嘢發生噶。會唔會有一啲特殊嘅時刻、特殊嘅片段、特殊嘅回憶發生咗喺入邊咧？可能係一啲節慶，譬如話啱啱大家講中秋節可能有啲人張燈結彩，有啲燈籠串住喺個大廈嘅中間、屋村嘅中間啲走廊串走廊咁樣，好漂亮嘅。又或者唔係喎，可能係新年，可能係其他嘅節慶、其他嘅時刻，我覺得呢一個走廊好有氣氛，然後你參與喺呢個節慶嘅過程入邊，你會覺得有好大嘅滿足感，有好多嘅回憶奠定咗落嚟。又或者你係講緊一啲好特殊嘅活動，鄰里街坊嘅活動，細個係同朋友同街坊去玩，係好唔同嘅喎。而呢一樣嘢亦都會扣連翻喺上邊講嘅建築風格，嗰個走廊嘅模樣。你試想象下，假如係啲舊式嘅屋村，你係呢一戶可以見到對面嗰一戶嘅窗口嘅時候，大家其實就變咗好透明。咁大家喺呢個咁透明嘅背景之下，你所建立嘅嗰個鄰里關係，相對同你喺一個新型嘅屋村，大家家家戶戶都係獨立嘅，個感覺係好唔同噶。又或者會唔會係啲季節嘅特色咧？譬如咧，香港其實有啲屋村咧，佢會專登栽種咗一啲嘅植物，一啲季節限定嘅植物。譬如深水埗有一個屋村，佢淨係開杜鵑花嘅，咁啊變咗去到某一個時間，你行咗入去咗成個走廊，全部都係紫色，好靚好靚嘅花位。或者喺近來沙田嘅河畔嗰度有一啲嘅屋村，佢又栽種咗一啲嘅櫻花徑，喺嗰個位置又變成咗一啲季節特色嘅屋村嘅一啲回憶。咁會唔會呢一種嘅事件，呢一啲嘅植物，可以變成咗你對於成個屋村走廊嘅一個回憶嘅一個部分咧？更加重要就係，當你去書寫呢件事嘅時候，你係用緊一種乜嘢嘅敘事角度，或者你用緊乜嘢嘅身份咧？譬如話，你係用緊，你只係一個過客，我只係行過嗰個地方，我見到好靚，我見到張燈結彩，咁可能只不過你係見到其他人所發生嘅事情。
你而家唔係要去書寫一個百科全書，你唔係要去講緊我究竟我要做一個資料嘅搜集，我要去介紹呢個屋邨嘅背景係點樣點樣。嗰一樣嘢咧，只係一個基礎。更加重要就係究竟係屋邨走廊所講緊嘅回憶係點樣？你係用緊你自己嘅個人身份去書寫屬於你自己嘅回憶。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個人嘅意義嚟㗎。究竟屋邨走廊對你嚟講有啲乜嘢意義？其實最核心，我哋係想問緊呢一個問題。定還是屋邨走廊？如果我哋跳咗出一啲嚟講嘅屋邨走廊，佢未必係成件事情最核心發生事件嘅嗰個位置。但係你透過不斷去出入屋邨嘅走廊嘅時候，佢會帶到俾你另一種感覺，或者另一種回憶、另一種意義咧。呢個都會係其中一種個人意義嘅解讀。咁所以，當你去書寫關於屋邨走廊嘅回憶嘅時候咧，我哋嘅重點係在於你要去書寫一啲好特殊嘅東西。咩叫好特殊咧？就係好獨特嘅，係得你先至知道，係喺你個人身上邊，係得你自己先意識到啊，原來有咗咁樣嘅回憶，有咗咁樣嘅感受，有咗咁樣嘅體驗。就算大家可能同學、其他嘅人、其他嘅讀者，佢都係住屋邨嘅，但係佢發覺，誒，原來佢並唔擁有呢一段嘅記憶，或者佢並冇辦法去參與喺其中嘅時候，呢件事就變得好獨特。於是乎，你去書寫嘅呢個個人嘅記憶，佢應該係好特殊，但係同一時間佢又可以分享嘅，佢又可以俾讀者理解。當大家譬如話要慶祝一個節慶，做一種嘅活動，一齊去玩，或者去睇某種嘅季節限定、季節特色嘅東西嘅時候，透過呢一種嘅事件，我去建立一個個人嘅意義，書寫一個回憶，但呢個回憶同一時間又係可以分享嘅。第二個題目咧就係我們的家，不一樣的故事。呢一個題目相對上個題目咧，你覺得好似佢冇一個好限定、好特定嘅空間，我要去講，係講緊我們的家啫。佢唔似上個題目講，你一定要去寫一個屋邨嘅走廊。咁佢點樣去講咧？首先，你一個好重要嘅基礎要去奠定就係，究竟乜嘢係家先？究竟你嘅家係啲乜嘢咧？可以係講緊你哋嘅屋企、你們嘅家庭、你嘅家庭嘅本身、家庭成員本身嘅故事。定還是你係講緊我哋個家就係一個地方，就係一個場所，就係一個譬如深水埗啊，譬如大埔啊，譬如可能其他嘅地方，一個好具體嘅地方，定係一個家庭咧？你要先諗咗呢個家嘅意涵先。有時候可能會你覺得兩件事好割裂，但係有時候又會互為影響。會唔會因為生長喺深水埗嘅家庭，所以呢一個家庭會有一種唔同嘅故事咧？定還是係因為其他嘅原因咧？好啦，當我哋要去講呢個關於家嘅故事嘅時候，家咧其實係一種好日常，係一種關於你生活嘅東西嚟噶。咁但係問題就係，我要喺我們嘅家，但係又要講不一樣嘅故事。所以呢個故事嘅背後就係同你講，究竟日常嘅生活如何不一樣？你自己一個好日常嘅生活，究竟點樣不一樣？當你同其他嘅同學、同其他嘅讀者，大家都係照常返工返學，有一種日常嘅生活嘅時候，你點樣可以喺咁規律、咁日常、咁普遍嘅東西，可以見到其中有一啲不一樣嘅事情出現呢？要去諗就係，究竟呢個古仔點解會有趣呢？而呢一樣嘢咧，其實背後就係好似好困難，就係我要寫一樣從來冇人發生過嘅嘢，我要去寫一樣從來都冇人經歷過嘅嘢，可能呢件事好困難噶。咁但係寫作其實係咩咧？寫作就係寫一啲唔一樣嘅嘢。咁但係唔一樣嘅嘢唔等於你要去發明一種新嘅經驗，唔等於你要去突然間做一啲哇以前從來冇做過嘅嘢。咁當然呢個可能都係其中一個你自己去發現經驗嘅嘢啫。譬如你喺樓下見到架巴士，你唔睇佢嘅號碼係啲乜嘢，你就咁上咗去一個新嘅地方。可能呢種方法都係其中一種。咁但係我覺得我最重要嘅重點就係，我希望呢一篇文章咧係建基於大家嘅真實經驗。點解咧？因為你會發覺成個世界所有嘢都已經有人寫過噶啦。無論係你嘅屋邨啊、你嘅家、你嘅倫理啊、倫理關係，又或者係成個嘅社區，好多好多嘅嘢都已經有人寫過。咁但係有一樣嘢係一定冇人寫過噶，嗰樣嘢係咩咧？就係你自己。
所以當你去書寫你自己嘅經驗，你去揾我究竟我屋企係點樣㗎？你係一個點樣嘅人？你長成於一個點樣嘅家？呢一樣嘢自然就可以由一個好平凡嘅生活當中去道出不凡。咁但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雖然你係要喺一個好真實嘅經驗入邊去發掘一啲不一樣、一啲有趣嘅故事、一啲不凡嘅生活，但係千祈唔好說理呢件事就係，我唔係話一定要好似一個公開試嘅文章，我一定要有提升咁樣。咁但係我唔一定要用一個說理嘅方式去呈現成件事。最重要嘅就係唔好去到最後突然間就覺得啊，因為我為咗要書寫一個不一樣嘅故事，就講到好高，講到好大，係咁拋擲好多唔同嘅道理出嚟。嗰個嘅背後嘅寓意又好，假設真係有道理又好，全部嘅嘢都應該係建基於你自己嘅真實經驗，應該係你喺你自己嘅生活當中，你嘅體驗、你嘅感悟、你嘅感想，透過呢樣嘢去發現到啊，呢一個家對於你嘅意義係啲乜嘢。所以咧，其實佢最重要呢一個嘅故事就係在於你要去審視你自己，你說一個關於家庭嘅故事，而只要你係真係去發掘，真係去揾究竟你自己嘅家庭係一個點樣嘅家庭，你自己、你嘅父母或者你嘅長輩係點樣嘅，慢慢，你自然就會寫得出一個大家從來冇讀過嘅家庭故事，因為嗰個係屬於你自己個家庭嘅故事。而每個人嘅生命都應該係獨特嘅。好啦，咁後邊我哋用我有幾篇例子同大家去分享下噶。咁第一個，咁既然我哋係關於書寫地方、書寫一個空間嘅時候咧，有一篇文章係冇辦法忽略嘅，咁就係小思嘅歷史有情人間有異。呢篇文章咧本身其實佢係喺嚟自佢一本書叫《香港文學散步》上邊嘅一個序言嚟噶。咁啊，當小思佢要去寫關於香港文學散步嘅呢個嘅故事嘅時候，其實佢就去講緊究竟散步係啲乜嘢咧？佢話散步有兩個含義，一個係思想上邊嘅散步，知識上邊嘅散步；另一種就係真係用雙腳去散步。因為佢覺得大家讀好多嘅書，讀好多嘅課文，你都只不過好多時咧喺思想上邊，喺知識上邊，我有一種嘅想法，我知道咗好多嘢，但係相對嚟講，你真係用一隻腳去喺個路上邊去行逛、去散步，呢件事嘅本身同樣都係好重要噶。因為佢有一種現場感，可以強化大家對於嗰個人物嗰件事嘅認知，而更加重要嘅就係會產生感情。感情係非常非常可以重要。小思覺得知識可以喺書本獲得，但係知識係死嘅，人係活嘅，文化係活嘅，文學係活嘅。所以如果你能夠喺你嘅散步，喺你嘅考察入邊去揾到一種嘅感情，呢一樣嘢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又翻到去我哋上邊講嘅兩個題目，當你講關於你嘅家，又或者當你講緊屋村走廊嘅時候，其中一個可以做嘅功夫就係，你會唔會真係能夠翻到去重遊舊地，或者去真係去考察，去體驗下嗰個地方究竟佢係點樣嘅，然後透過你自己去觀摩、去考察嗰個嘅地方，你真係揾到佢嘅現場係點樣，然後產生到一種嘅感情咧。跟住呢篇文咧就係麥樹堅嘅博愛醫院的大樹。咁麥樹堅博愛醫院的大樹呢篇文章咧就好有趣，佢係講緊一間喺元朗嘅醫院，就係博愛醫院啦。佢就話其實喺佢自己或者佢嘅長輩都經常流連，甚至乎出入呢一間醫院噶。每次譬如佢去到去步出個診症室，佢就見到有好多嘅表格，好多嘅文件喺度啦。然後又見到佢母親喺度坐姿端正，跟住個臉上嘅表情又點樣點樣。見到個電視機播住卡通片，就知道個下午嘅時間去到咩時候啦。喺個電視機前邊見到走嚟走去嘅小朋友，見到大家佢嘅樣貌，覺得啊，好似呢班小朋友都唔似有病喎，會唔會係你過嚟睇醫生嘅呢個經驗，就當做係一次難得嘅出遊，難得嘅出門口咧？出邊嘅空間咁啊，有好多輪椅停泊住。老人院嘅職員咧，佢就斜高個窗門，同埋攤喺輪椅上面嘅老人家說話。喺咁多嘅喧鬧入邊，有酒精味，有藥味，有各種嘅氣味，但係全部都好淡好淡。然後一路再講到落去啦。後來佢發覺喺2005年夏天晚末嘅一個傍晚，佢同母親喺嗰棵樹嘅陰影出邊。呢一件事係做咩咧？佢就發覺啊，後邊一路喺度等，
有種回憶突然間彈咗出嚟。小醫院啊，呢個咧唔係一個好準確嘅名詞，佢亦都唔能夠好準確地去形容究竟博愛醫院係啲乜嘢。佢好細，但係唔醫院，佢淨係得門診部同埋療養院，規模好細，設備好落後，交通好唔方便。如果由輕鐵總站行過嚟咧，最快都要10分鐘。汽車駛過3號幹線，可能察覺佢嘅存在；西鐵更加一閃而過。咁所以佢覺得啊，呢個好似好偏僻嘅醫院入邊有一棵樹，呢棵樹反而先係佢所寫嘅對象。佢覺得喺嗰棵樹嘅陰影出邊，阿母親吩咐我揾608或者806嘅小巴站。佢記唔清小巴嘅號碼，總之係806嘅組合。醫院咁細，照計應該唔難去揾啦。咁但係發覺揾嚟揾去都好難揾到，最後憑直覺，終於喺個長凳嗰度等候。大家都覺得小巴最終會停喺呢一度，因為嗰棵樹。冇諗過，因為我心跳嘅問題，又翻到去嚟呢一個唔想再嚟到嘅地方。好耐好耐以前啦，佢企喺呢個地方的確有一個小巴站噶。佢見到對面嘅建築物，就會見到外公長期留喺醫院嘅嗰個病房。嗰個小房間陳設簡單，亦都有一啲戰地醫院嘅感覺。咁天花板門口咧，天花吊住好大嘅風扇啊，咁又有啲描寫啦，對於成個空間。然後聽到外公同埋其他垂垂老矣嘅病人有一種好沉重嘅呼吸同埋呻吟。療養院有本身嘅味道，咁就算刮嚟大風都吹唔散噶啦。慢慢，佢寫到佢外公原來曾經都喺呢一間療養院上邊去待過。然後因為佢外公已經病入膏肓，所以咧佢哋大家就想透過俾一啲嘅刺激，去令到佢嘅味覺可以多啲嘅享受，所以就用橙皮，用佢嘅汁液中和帶嚟嘅恐懼。然後寫下佢外公，佢又寫喺出邊嘅樹。大樹嘅樹葉喺度沙沙共鳴，喺度沙沙作響。咁就寫到嗰棵樹啦。佢就話咧，好難已經想象到呢棵樹咧，大概已經變成咗外公喺佢有限嘅視野入邊，喺紛紛沉睡之外，唯一可以見到嘅活物，一個嘅物件。而佢覺得呢一棵隨處可見嘅老榕樹，佢唔會覺得陌生。而後來佢嘅麥樹堅，佢都不斷去思考，佢覺得啊，呢一棵栽種喺醫院旁邊嘅樹，好似有一啲邪喎，甚至乎佢覺得呢棵樹已經唔係樹，係妖。佢再寫落去嘅時候咧，佢就發覺佢後邊好多個位置都係講究竟佢外公係點樣，究竟嗰棵樹係點樣。大家就會發現，其實嗰棵樹由頭到尾佢都係咁樣噶，佢都係放咗喺度，佢都係存在喺度。佢唔係成個事件最核心發生事情嘅嗰個主角。因為係透過呢棵樹，其實麥樹堅係講緊呢一個地方，講緊佢嘅外公點樣喺呢一個地方，特別係呢個博愛醫院嘅療養院入邊，佢點樣去彌留，甚至乎最後離世。喺呢件事上邊咧，其實見到成個家庭、成個環境、成個家庭嘅故事，其實先至係佢真正想要書寫嘅地方。咁但係問題就係，點解佢要透過一棵樹去講呢一個關於家庭嘅記憶咧？你見到就係，首先呢一個去醫院嘅經驗，對麥樹堅嚟講，對作者嚟講，其實佢唔係一個好正面嘅東西嚟。佢唔係覺得我去醫院係好開心嘅，佢唔似前面嗰班小朋友覺得係一個好難得嘅出手。佢唔係，無論係佢對探望佢嘅外公，佢外公已經重病，或者佢自己因為心臟嘅問題，重新要去到嗰間地方，乜嘢原因都好，其實佢都唔會覺得我去呢間醫院係一個好正面嘅記憶，一個好正面嘅感受。所以佢將呢一個嘅唔係好正面，有一啲負面嘅感受放咗落去棵樹上面。佢會寫到啊，呢棵樹好似好陰森喎，好似好恐怖喎，好似一啲邪氣喎。日光西斜，療養院被樹影所罩，陰冷淒涼。好似成件事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個唔係好理想嘅環境。而呢一樣嘢放喺大家嘅寫作入邊，又可以變到點樣？又可以有啲乜嘢去啟發到咧？其實你見到就係，當你去講一個屋邨嘅走廊又好，當你去講個家庭嘅故事又好，大家要去諗一個嘅規格，一個嘅結構去講成件事。就究竟我係除咗可以好直抒、好直白去講究竟成個走廊發生啲咩事，你嘅回憶發生咩事，你嘅家庭發生咩事之外，可唔可以諗到有一啲象徵嘅物品、象徵嘅物件、象徵嘅東西，我放咗喺個文章嘅中間，去扣連起成件事情咧？好似你見到麥樹堅博愛醫院大樹，呢棵樹唔係成個事件發生嘅主角，但係就係好多事情圍繞呢棵樹不斷去發生。假
假如而家係到你去寫關於屋邨走廊嘅回憶，會唔會喺個屋邨走廊，你都可以揾到一個象徵嘅物品？就算個物品未必係最重要發生成個事情、成個事件嘅主角，但係呢一個物品可能係你出入嘅時候經常會見到，或者一年見一次、一年見兩次，有啲節慶嘅物品。咁但係每一次你出入嘅時候，嗰種感悟、嗰種體驗、嗰種經驗都有唔同。就好似博愛醫院嘅大樹，嗰棵樹陪伴咗佢外公彌留嘅時間，陪伴咗佢自己之後再去心跳有悸動，再翻去復診嘅時間，佢都係講緊有關於家庭嘅故事。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比較具體、結構比較完整，可以去書寫透過一個象徵嘅物品，我去書寫翻成件事，將所有嘢串聯起嘅一個動作啦。嗱，後邊啦，我哋用一篇比較簡單嘅文章去補充少少。呢篇文章雖然短啲，但係其實佢都係一篇好好嘅文章嚟噶。呢篇咧係黃仁葵嘅中秋晚會，即係講一件事，就係講一個曾四妹呢一個嘅女士，佢就放咗喺一個老人院嘅背景。然後當佢哋一個老人家去參加呢個中秋晚會嘅時候，會發生啲咩事咧？人潮就好似一團嘅鹹蝦醬，慢慢咁流動。咁啊，盡管四周都係鼓樂喧天啊，咁但係一個曾四妹呢個女士，但就奄奄欲睡。佢就話：哎呀，手上嘅百年蓉月餅終於跌咗落去個毛氈上邊啦！個義工就佢眼嚟停住張輪椅，執咗個月餅先。跟住拎咗個手帕，將佢嘅手指一一抹淨。曾四妹，你係咪而家就瞓覺眼瞓啦？你仲有好多攤位遊戲未玩喎。佢前面有猜燈謎啊，不如大家一齊去玩下。未講完，已經起咗身去玩啦。曾四妹仲記得以前行公演會嘅時候咧，都係咁樣逼噶，逼咗成晚。除咗晃嚟晃去嘅屁股，乜嘢都唔見。點解咁樣講咧？原來係因為老人院待久咗，血氣越嚟越弱，就等後生們推住去活動筋骨、活動骨頭啦。試想咗一下，曾四妹佢見到嘅嘢，點解佢成日見到大家唔同晃動嘅屁股？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未必係企喺度，佢好大機會佢係坐喺度，佢唔係坐喺張凳度。佢坐喺張輪椅上邊，所以當佢去一個咁樣嘅狀態，佢嘅視野係坐喺張輪椅上邊嘅時候，佢就會限制咗好多嘢都見唔到，佢就見到佢眼前好多人喺度逼，好多嘢其實佢見唔到，一種視覺嘅限制。咁但係喺老人院停留耐咗啦，不如都係等嗰班後生推住你去活動你嘅骨頭啦。小張有本事咧，將人擠到去兩邊。個輪椅去到一個毛公仔嘅獎品前面停低，主持人去攬住一個特大嘅粉紅嘅炮，同佢講：曾四妹女士，你打啱咗，呢隻炮就送俾你。有啲咩動物幼年嘅時候四隻腳，長大嘅時候兩隻腳，年老嘅時候變成三隻腳咧？有人就話：太簡單啦，半賣半送啦。曾四妹靜咗，佢就話係狗。主持人即刻笑出嚟，錯啊！答案係人先啱啊，但係答錯咗都有安慰獎。冇答錯喎，個老人揮動佢瘦小嘅拳頭。人老咗有三隻腳嘅咩？咁點解我要坐輪椅啊？你發覺呢個故仔好短，咁但係佢背後最後嘅嗰個答案其實係好有力量噶，好有張力嘅一個答案。咁所以當我去睇呢篇文章嘅時候，你就去思考到一樣嘢，就係假如你而家要去寫個關於家嘅故事，你寫到關於屋邨走廊嘅故事嘅時候，其中有一個非常要去注嘅地方，就係唔好想當然。你覺得一個家庭就係咁樣噶啦，一個屋邨嘅故事就係咁樣噶啦。好多時其實唔係噶，假如我哋只係基於一種概念，覺得老人家就係咁樣嘅，一個屋邨就係咁樣嘅，你寫落去嘅嘢咧，只會係一啲好普通、好流水賬嘅東西，只會係一啲大家都隨心就諗到嘅東西，而好可能其實一個真實嘅生命，佢唔係咁樣噶。曾四妹對於佢嚟講，年老嘅人係有三隻腳嘅咩？係有拐杖嘅咩？佢唔係，佢坐輪椅喎。呢一個係對於曾四妹嚟講一種好獨特嘅經驗。所以當放到去大家喺呢自己究竟點樣去書寫、點樣去寫作嘅時候，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唔好想當然，你真係要去做一啲嘅功課，
嗰個功課就係你要去重遊舊地，去翻嗰個地方去睇究竟發生咩事。你要去同啲人去傾，同你嘅長輩、同嗰啲嘅街坊去傾，去睇下究竟真實嘅老人家係點樣嘅，喺佢哋眼中所見到嘅角度，喺你嘅家人眼中所見到嘅事情，佢嘅經驗究竟係點樣嘅？當呢啲嘢組織起嚟，你先至唔會寫到一篇流水賬出嚟，而係一個建基於真實時空背景、一定真實而又能夠感動人嘅真實經驗。